个月底，甲总统赖清德做伙走婚礼强庙行程。如今，民进党选对会决定派立委刘建国出来选。非常肯定我们刘建国刘委员从2019年就是这样一路以来帮忙台大医院。那么也帮忙中央跟地方共同沟通协调。原来当初点名刘建国有这个意思在里。北面媒体报道，总统赖清德10天内落南2摆，更加汉尼邀请刘建国共车恳谈，对车顶的这20分钟都正关键。但是我选择战场的权利嘛，那党既然征召我，就是全力以赴。刘建国讲是受到总统的鼓励，下定决心，搁再挑战婚礼涨价。针对已经表态争取国民党提名立委张家军回应，并相信看待所有可能的选手，相信国民党会做出一个对婚礼上好的布局。共同时，民进党也已经决定好将会布局。10月底，总统赖清德前往彰化新港参选基访，有意思要选彰化县长的立委黄秀峰甲陈素媛也拢有来。另外，也有彰化市长林世贤、甲前彰化市长邱建富也表态参选。选对会决定用对比式的民调进行类初选，而且以国民党立委谢依芳做假想的敌人，伫12月19到18进行民意调查，按算伫月底确定出阵的人选。国民党内包括谢依凤委员，这些人都是可敬的对手。但不管对手是谁，秀芳都稳扎稳打。对于这样子的决议，苏月表示尊重。那在最后的一个阶段，苏月也会按照自己的步骤全力冲刺。地方大选热战，郭定雅积极暖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